近100位加拿大参众议员和团体组织共同联署一份公开信，要求加拿大政府使用瓦格尼枪击法制裁涉及违反人权的中国及香港政府官员。加拿大68位参众议员和组织代表7月14日共同签署了一份联署信给总理杜鲁多，要求渥太华惩罚北京当局对在西藏、东突厥散及香港触犯侵害人权等罪行之官员实施制裁。信中称，此举不但贯彻加拿大政府一直以来打击侵犯人权罪行之态度，并展现我们作为国际人权领袖之应有责任。国会议员麦凯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他不能保持沉默，因为中国通过奴役和监禁整个人口，破坏维吾尔族，并摧毁了香港人的民主权利。他认为，对中国的虐待行为以及对加拿大人康明凯和茨帕沃尔的任意拘留，加拿大必须通过外交手段作出回应。上个月，中国最高检察院对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费提起公诉，控告2人涉嫌间谍犯罪。他们2人于2018年12月在中国被捕。另外，加拿大维吾尔人权人士玉山江于2006年被中共拘留，并判处无期徒刑。据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共党员及其家人实施入境禁令。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庭成员入境美国。报道援引4位熟悉有关讨论的消息人士称，正在草拟中的这项总统令可能还将授权有关政府部门注销已经在美国的中共党员及其家人的签证，导致其被逐出出境。特朗普本周二签署的香港自治法授权美国政府制裁损害香港自治的主要官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瞄准中国的新目标，表示将对华为等中国公司实施签证限制。他指控这些公司为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便利。中国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北京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提出口头抗议。中国对在港区国安法通过后，美国国会取消香港优惠待遇，并对被指对香港自治地位受到破坏负责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的做法提出了抗议。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提出口头抗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向布兰斯塔德大使表示，中方将美国的制裁威胁和取消香港特殊经济地位的做法视作是企图阻止中国发展的步伐。郑泽光警告美国大使勿在错误的道路上执意行进，并强调美国在新疆、西藏和南中海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的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应在香港特区实施的国家安全法，而旨在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的香港自治法，并签署了取消对香港经济优惠待遇的一项行政命令。英国外交大臣布拉16日指责俄罗斯干涉英国2019年大选。报道称，俄罗斯非法获取英美自由贸易协定有关的敏感文件，并将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以此来干涉英国2019年的首相选举。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人试图通过在网上公开非法获取及被泄露的政府文件来干涉2019年大选。布拉当天还称，与英美自由贸易协定有关的敏感政府文件是2019年大选前被非法获取，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散播。布拉还表示，英国政府保留在未来采取适当做出回应措施的权利。上千名示威者手持火炬和标语骑警，不断试图攻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的宫殿。
要求内塔尼亚胡立即辞职。抗议者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过去1个月，示威者一直在总理宫殿外静坐示威，要求内塔尼亚胡辞职。抗议者挥舞着黑旗，他们说这象征着内塔尼亚胡任职期间，以色列的民主已经死亡。内塔尼亚胡是第一位在任期间被指控犯罪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否认指控，并指出相关指控是政治对手的阴谋。